澳門11間衛星場嘅商業決定可以講已經係塵埃落定，喺今年年底之前將會全數熄燈結業。喺澳門整體經濟低迷之際，近日又有龍頭大型零售企業計劃裁員，因此推出自願離職計劃，相信都係因為生意下滑，需要節省成本開支。與此同時，柯煙亦收到消息透露，喺澳門設有多間分店嘅高端鐘錶零售集團近期亦精簡人手，裁走超過20名員工。佢哋當日收到信之後就要即刻執嘢走人。呢間公司就有遵循勞動法規，向受影響嘅員工賠足錢，因此被裁走嘅員工都接受安排，暫時未有發生爭議。消息仲話唔排除呢間公司係對前景睇淡，目前裁走嘅都係跑唔到數嘅員工。另外亦有衛星場周邊嘅商戶向柯煙表示，明年金碧財神之地龍脈一斷，屆時整個商圈恐怕都會面臨客源斷絕嘅危機。目前已經有商戶向業主磋商退租，選擇同衛星場共存亡，正係着手結業準備。有商戶就指出，雖然知道政府有意推動該區轉型，或者嘗試仿效民生區嘅模式，通過文創 IP 吸客引流，但佢就對成效有質疑。即使成功引流，預計客流都淨係可以帶動一啲飲品啊、小食等呢啲小額消費，期望佢哋買隻錶、買個電話，佢話就難啲啦。商戶同時又指出，政府對於衛星場結業影響嘅評估過於樂觀，預計淨係得160間商戶受影響嘅講法，未能反映實際情況。須知道，到衛星場玩嘅客人通常會喺附近社區帶動周邊經濟，而去博企嘅客人則係多於集中喺場內封閉式消費，肥水不外流。對於中小企業嘅經濟拉動作用一直係有限㗎。佢又指出，自己有朋友係衛星場嘅供應商，已經計劃9月開始精減1/3嘅人手。而對於衛星場集體結業，部分區內嘅居民反而有正面嘅睇法。市民話未嘗唔係好事喎，區內回歸平淡，又可以過回寧靜嘅漁村生活。